说来了，妈，媳妇，妈，别过来，妈你别怕，你别过来，你别害怕，秦人参没来，把刀放下，过来，别过来，把刀给我，把刀给我。妈，我是小山呀，妈，把刀给我，把刀给我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妈，妈。灵火，亲爱的，你伤口没事吧？怎么样？高山找你的时候是不是很激动？他有没有痛哭流涕求原谅？怎么了？他又欺负你了？嗯，怎么回事？你快跟着他，送回医院。嗯，那你呢？我去找高山。我觉得自从林沃受伤之后，高山就很不对劲。是有点不对劲儿，我走了。哎，等等。林沃情绪不稳定，他不想说的话，你千万不要问他。天勇，你提醒我，我是那种八卦的人吗？就是。这个高山在搞什么？阿姨，您好，我是高山的朋友。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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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盒子真好看，我能看看吗？阿姨，你是谁？我刚才问过您的，我是高山的同学呀。你是珊珊的同学呀？来家里做客了？你等一等啊，他出去了，阿姨给你做饭吃。